人怕无知，树怕无见；人怕无知，树怕无见。为啥唔睇以后想爱做乜嘅？我想爱做先生，计唔咧？我冇想按多哦。有言客家老古人讲：人怕无知，树怕无见。你一下再开始立定一个志向，向前行，按样下一摆张做在达到自家嘅目标啊！一下你再来念一遍。好。人怕无知，树怕无见。